佛法是学习智慧啊，学习智慧呢，就是光靠这个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我记得这个寂天菩萨他也在入行论的第10篇当中有一句说닥장 자명 까든지 사럽 가바 토바르드 닥더 체럽 잠바당 랍드 종화 토버쇼 意思就是说我也知道真的这个初地菩萨之前，因为初地菩萨之前的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我们的善根相对比较脆弱，相对比较容易推转，也不容易独立，所以就是更加的需要善知识和根本那个本尊佛菩萨的加持啊。所以在大乘里面，其实是八大菩萨是有点像护法的角色，有时候是他是护法的角色，但是这个护法不是我们一般民间和这个想象的护法，只是说是他一直护着你，保护着你，在这个菩提道上不让你退转，一直就是增长你的功德，直到你登地之后呢，你相对是完全不是相对，实际上是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了，也可以说是已经可以独立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呢，更加的需要佛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藏传你们这个地方呢比较特别的，都比较圆融，也就是应该我相信刚刚我和这个大法师也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好，上次我们就是一开始认识这个地方的原因，也就是说这边呢就是也无论是先密，无论是哪一个这种传承都有接触的啊，所以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比较特点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比其他的一些地方比较更加的知道多一点啊，但是每个个别的情况其实我也不了解啊，但是呢就是藏传呢经常一定要讲任何课程的前面一定要念文殊菩萨的文殊力赞文。刚刚我念诵的力赞文也传说是在印度这个那林陀大学的班智达的日常公修里的课诵本的这个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力赞文。所以藏传4大教派统统一样，天天念文殊力赞文。刚落马，我们说，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父母带到一个师父面前，他希望以后学，那个时候没有学校，想学语言，那就是嘎嘎嘎啊那种，也就是先呢，就是师父给他念一个刚落马，刚落马就是这个力赞文的名字了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我们就是意念着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然后学习的话，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今天我们要所讲的内容就是和禅宗和大圆满有关系的。那禅宗和大圆满这样的这个本身这个智慧呢，其实这个它的本质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这种凡夫的思维了。所以真正的凡夫的思维是无法达到他的境界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所以当时维摩诘经大家今天我们一定会谈到维摩诘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尤其是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仙宗和密宗之间的一个桥梁。为什么呢？它之间本身讲的是就是一个非常充分的一种空性智慧之外呢，还有在讲这个清净观。所以这个清净观呢，后来呢，很多的西藏的大师
尤其是有一位叫做荣松班智达，他有一个叫做现象正成即佛论 ，OK， 即将那个即啊即佛论，现象正就是共振的振，对吧？正成就是成功的成，现象正成即佛论，这个应该是说大家看慈城罗志看博的这个翻译啊，我记得它有2种翻译。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一起先想，在金刚乘里面强调是要这个观想为佛的贪嗔。那这个这样的观想的理论的基础呢，就是在于这个仙教里面早就有了。那仙教里面讲这个基础的最主要的经典就是《维摩诘经》，所以呢，很多西藏大师也就是大量的引用《维摩诘经》。那恰恰好啊，这个禅宗里面也就是最常用的，至少我所看过的，当然我看过的禅宗的经典不多啊，但是我看过的就是六祖坛经当中，六祖坛经的第2品智慧篇当中，就是用了2次维摩诘经。平均来讲的话呢，其实六祖坛经里面用的经典是不多的，没有用到一个论点，只用到经典。经典当中呢，第一个用的最多的就是维摩诘经，再加上就是楞伽经、金刚经、法华莲华经，就这么几个了啊。还有这梵王经啊，就是有这么几个的，就是数得出来的这么几个。所以其实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著作里面呢，不是随便看到什么资料都写进去，没有这样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原则和自己一个认真的思考，他们真正认同的，他们觉得他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他这样的一个认真的基础上才用的。所以我发现荣松班智达有一个著作叫做《入大乘论》，它是非常著名的大圆满相关的一个著作。那个里面荣松班智达是1000年前的西藏的一个大师啊，他唯一用了一位西藏的这个大师的一个著作，而且这个著作用的量非常，用了20几次了，其他一个都没有用。没有用的，所以你看，他们有一些独特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去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值得这个思考的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写法的风格啊。当然呢，荣松班智达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印度的就像这个大圆满相关的密续啊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这个维摩诘，所以经典和印度的论点，所以就是这些部分呢，很多的这些著作当中用的最多的是，它就是主要是它这个经典的依据啊，所以这样的。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呢，大家知道，就是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尊者的对话。维能就是跟这个维摩诘尊者就是能够平起平坐，一起能聊天，有这个跟他做这个对话的，就是文殊菩萨。有那么在场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眷属当中，唯一就是文殊菩萨。这也是一种表法，这是我个人的解读。这个是说明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维摩诘尊者所悟到的最高的那个究竟的境界，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的境界了。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些呢，不是一般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什么的，或者也不是巧合的，知道吗？这是整个的这个佛经的缘起和框架，它也说明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是我们说这是看了一个这里面的其中一些字，哇，很有趣，很有意思，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佛经的这个内容和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过去呢，就是在汉传佛教里面也非常重视这个维摩诘尊者和文殊菩萨的这个对话，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墙壁上的壁画啊，很多的古代的时候就是写这个，像敦煌里面呢，很多地方现在都出现的就是维摩诘尊者和文殊的对谈的那个场景。而且莲花生大师自传里面出现三义寺，当时重建三义寺的时候，三义寺的1楼的某一个那个走廊啊，什么一个空间呢，就是也有专门画这个维摩诘尊者和这个文殊菩萨对谈的这个场景啊。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在无论在汉传里面、藏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啊。而且这个维摩诘经的最究竟的境界呢，和金刚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和今天的主题，我也不是今天要传巧诀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概念啊。所以呢，就是我讲的可能是有时候是比较连水的啊，所以呢不要介意。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真的尽量就是能够进入这个主题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这个进入这个状态之前呢，我现在跟那个维摩诘尊者和金刚乘要稍微的能不能连上一个关系啊？但这个不是我勉强这样做，我不是这样自己糊弄的。法师也知道啊，藏传佛教内密有3个部分：玛哈yoga、阿努yoga和阿度yoga。那玛哈和阿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大部分 ？OK， 大部分我们说的比较严谨一点来讲，大部分不是释迦牟尼佛亲口传的。我为什么说大部分呢？比如说密集金刚啊、十轮金刚是释迦牟尼佛亲口传的，文殊真实明经也是释迦牟尼佛亲口传的，对吧？啊，所以呢，这个比较重要。但是呢，为什么？那就是密法真正的公开是比较后面的，所以那是什么管道传到人间呢？透过金刚手菩萨，在金刚手菩萨传给五个众生，不是5个人，还有意思的5个众生。我不能用5个人，就是5个众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释迦牟尼佛圆寂了，再过了25年的时候，那个时刻，5个众生聚在一起，一个一位罗刹，一个是天人，一个是人，一位是龙，还有一位是怒金。怒金是什么？夜叉是吧？应该是夜叉。这么5个人，5个众生，5个众生聚在哪里呢？斯里兰卡的马拉雅，那个中文叫什么？OK， 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传楞伽经的那个地方，楞伽山呀，聚集在那个地方，约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勒赞布德米达巴，就是维摩诘。人的代表就是维摩诘，诺金那个夜叉的代表，他的藏文叫甘达东啊。那这个天人的代表是这个拉扎登乔琼 ，OK， 就是这个那些我也马上没办法翻译成中文，所以你们知道有这一回事就好啊。还有这个勒吉人脚波，就是龙王的名字叫脚波啊，有这么五个众生。他为什么呀？他这个阿努yoga有一个叫做诺公班对吧？就是阿努yoga的最根本的密续当中就有提到了关于这部分的。所以曼不离吉三邦啊，就是有这个身份不一样的5个众生，
来到不是喜马拉雅，这个对，马拉雅马拉雅如马拉雅山，但是马拉雅有2个马拉雅，印度的诗文里面经常出现的马拉雅是在南印度，在塞拉斯和南珠楞寺的附近的那一座山叫马拉雅，但是我们现在这里谈的马拉雅是在斯里兰卡的那个，每年斯里兰卡这个成千上万个人要去朝圣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山，一座山叫马拉雅山。如马拉雅南迦巴瑞字母啊，连是七品七千问当中，也就是有提到很多关于这个部分的细节了，其实是不难的，大家一参考有中文版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来到那个山顶上，现在有佛陀的足印的，也就是供人的，他那边是就是释迦牟尼佛穿这个楞伽经的那个圣地。他们5个众生来到那个地方，其中包含了1个人，就是维摩诘尊者。他们向十方诸佛祈求，释迦牟尼佛圆寂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片黑暗，我们怎么办？我们向哪里去寻找这个我们的所依？然后那个时候呢，十方诸佛，尤其是金刚萨埵，知道他们在祈祷，所以金刚萨埵呢，就是委托金刚手菩萨，叫金刚手菩萨你去度化他们。你现在这个盖这些内密的马哈尤嘎和阿努尤嘎，最主要是不是阿底尤嘎，就是直接传给他们，然后由他们来再传到人间。所以在金刚乘的这个密法的传承里面，其实是这个维摩诘尊者已经包含在传承里面。而且金刚乘的传承呢，藏传尤其是宁玛有3种不同的传承的方法。我用这些冥想应该可以了啊。比如说如来密传承、持名表示传承、普特切罗口耳传承，你们听过吗？连后面你听过？听过吧？啊，所以这些传承是有一个阶段的这个不同的传承。所以这个传承当中，这个持名表示传承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维摩诘尊者。其实我们今天禅宗和金刚乘大圆满一起谈，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早就他们有这么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持名表示传承是什么意思呢？如来密传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来密传承的概念早就我发现也出现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坛经第10品当中真的有提到了非常接近如来密传承的一个概念。那六祖会呢非常特别清楚的说，佛与佛的之间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持名表示传承是什么呢？莲花微笑其实是持名表示传承的一种概念。当然我们也不要刻意这些冥想混在一起啊，这个还是不同传承有不同用词，这个我们要尊重，这个是比较好的。里面不是说是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意思啊，明白吗？咖啡和豆浆放在一起来喝不是这个意思，咖啡也喝，豆浆也喝的意思。 OK， 这个也很重要的，大家是相信里面的时候，同时呢也要尊重不同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传承的用词和讲法是要尊重的。所以呢，这个当时莲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拿着那个莲花，然后就是针对大家就是做了那么的一个微笑，那能表达什么东西？很多人根本这一头雾水，或者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当中唯一一个人明白佛陀在要讲什么的，就是这个莲花微笑非常有名的这个公案。我发现这个一行禅师在《佛陀传》里面也特别非常的详细的写了莲花微笑的这个公案啊。
所以莲花微笑呢，就是这么一个很著名的。那藏传里面的持名表示传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持名，就是说像莲花生大师啊、西日桑啊、噶拉多吉啊，就是这些他们呢，不要像我们一样的从早上到晚上天天去上课，听很多很多复杂的东西，不需要，用非常简单的一种表示，就是表法的方式，然后就是传达究竟的这个法的传承，他就明白了，立地成佛那种就是这个，他就是这种知日心性的方式去明白了，所以这种叫做持名表示传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藏传大圆满和那个宁玛的传承里面呢，特别是宁玛的传承里面，就是其实呢，维摩诘尊者是属于持名表示传承里的一个持名。这个也是大家我知道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真正的鲜密的圆融，不是因为时代的需求而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早就本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上是一直的。所以就是我先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从坛经认识大圆满，敦门与大圆满的异同这是我们今天本身要讲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先讲大圆满。什么是大圆满？大圆满呢，这个大圆满是什么的一个大圆满呢？因为没有任何圆满和不圆满的那只困扰的时候，就是大圆满。是的，你觉得真的是很大、很圆、很慢的有那个追求，根本不是大圆满。我不是说大话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没有任何作为的那个时刻，就是也许是大圆满。这个先要知道，大圆满有很多殊胜的方法、巧诀啊、神奇的故事啊、红光神啊、精彩的、神秘的，根本不是大圆满。大圆满你自己的内心彻底的达到了无造作和无所住的最究竟的境界，那就是大圆满。OK， 所以我前几天讲黑色中医论黑色中医论你们听过吗？荣松班智达的黑色中医论。那我今天也必须讲一遍这个我真的想讲，因为要简短的讲。黑色中医这是什么意思呢？荣松班智达是这样说的：无论是不同的宗派、任何不同的教派，或者无论是从凡夫到佛，这个现象都这个十地菩萨之间都一样，我们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个现象 OK， 现象即佛论的那个现象。但是呢，为什么变成不同的宗派？为什么有大圆满？为什么声闻独觉？为什么歪道佛道呢？他说，因为对现象的看法和解释，我是用白话说的这个荣松班智达说的这个用词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用法，但是用这种文言的方式，我自己翻译不出来所以呢，就是能话怎么那么做，能为参你了做吧。能话就是这个现象，它不正这个现象，只是正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比如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看过，比如说200-300年前突然间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现场，300年前
那我们都看到，亲眼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不会说是没有看到。但是呢，你会猜的和您猜的和他猜的不一样。你说这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就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荣森班智达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现象的大家的定义不一样了，定义不一样，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派和教派，而且这个就变成了不同的见地，兼修性的见地。不同见地就产生了不同的道路。当然呢，比如说我们要去高雄，我们不知道路，然后呢，一个人说是往这边，那你去到嘉义的方向了啊。比如说往那边，你去到台南的方向了。比如说啊，你一个人说往这边，那可能会正确的道路。所以呢，你的见地是一开始认定的那个道路，正确的道路的认定，再决定了你的这个步骤。这个就是修嘛啊。所以荣森班智达说是因为这样而产生不中修。那他说，比如说这个现象是这样的，在水里面看到黑色的蛇的一个印子出现在水里面，看这个蛇去判断或解释的有5种人。OK， 5种人，荣森班智达是5种人。这个5种人的第一种人什么呢？哦，他是蛇，我要赶快跑，就是完全他认定为真的是蛇，而且有毒的，所以我要跑，那就是沈文成。沈文成对这个自己的这种5蕴16劫的那个当中呢，他觉得这些都是完全是一种痛苦、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要远离这些状态。所以要有出离心，当然出离心是好事，但是他对于这个一切都是对他来讲的话呢，无论是从世俗的角度和生意的角度，这些一切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这个存在的话，他就是会要赶快跑，因为他以为这是事，所以他就是跑了。但是他也相对能得到，当然他不会被害到，所以就是他也跑了，也是有，不是没有用的，有用的啊。但是他跑的是其实白跑了。第2种人呢，他发现他真的是不是蛇，但是他还是担心他会不会也还是有害的，是不是有毒的，所以他不敢靠近。他就是不敢靠近 ，OK， 这就是中观，这就是唯识宗在内的中观，就是大乘。大乘是这样的，因为大乘呢，透过空性的分析，知道一切诸法的不存在啊，他也了解了所知障、烦恼障，了解了人无我、法无我啊。可是呢，他们还是会这个趋势，他的对这个趋势方面呢，他不看。直接的这个烦恼转为道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还是会远离这个离开。然后第3者是什么呢？他发现这个事根本不是毒死，也这个因子也不会有这个伤害的这种危险的这样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敢碰，而且看起来也不舒服，看到就不舒服，所以他想赶快，有点像，他就想避免这个看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叫另外一个人拿掉这个，就是或者这样，这是什么呢？外迷，瑜伽部啊、心部啊、识部的外迷的见解。为什么呢？他其实是知道这个根本没有度，他其实是究竟上是一个佛的状态。但是呢，他自己不会直接观想为佛的贪嗔，对吧？啊，外面的很多的仪轨当中的这个是贪嗔，自己是三昧业的本尊。我今天发誓很多在现场，我也许用这些用词也可以的，不像外面学校里的演讲啊，毕竟这是一个寺院啊。所以这个三昧业本萨埵，当这个先把三昧业萨埵和智慧萨埵
有2种萨埵嘛啊。这个自己是观想为萨摩耶萨埵是，这是一个种子的概念啊，就是受加持的对象了。那这个智慧本尊是这个加持，被智慧本尊加持了我们这个，所以这2个是完全是2种概念，它是层次上不一样，程度上不一样。所以这种观念是就像一个是他发现他是因子，但是他不敢碰，他靠另外一个这个大胆的人来然后处理掉。那这些都是比较普通的，我说后面这2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人啊出现，他发现他是因子，他不用怕。你看我不怕，我会你看这样，我就是手伸到这个水里面，就是这样捞。所以你看这里没有事啊，他是因子啊，我不用怕，那就是很勇敢。我觉得我们一般觉得这个表现是最好，大家觉得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很好啊？因为确实不是因子，不是毒死，是因子，而且因子又没有伤害的能力，而且他也知道了，而且他根本不怕，或者他想去掉自己害怕的那个感觉，一开始的那种恐惧感，所以他直接就是手或者脚伸到这个水里面了。那这是不是很好的做法？是不是？那个是阿努尤嘎和马哈尤嘎的见地。他们觉得 OK， 我不用怕了，这些一切的烦恼都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所以我要观想为佛的坛城。可是荣增班智达的那个里面，它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大圆满，就是第5种人。他说，这个根本没有度世的话，我为他要做什么呢？还要那边就是演什么戏啊？其实是你那个时候我说我不怕，等于是你在怕。你看我不怕，就是在怕。你说我不在乎，你看看，其实是在乎的。所以第4种也没有达到最终境界啊。第4个呢，什么呢？就是因为根本上就是那个藏传里面有个叫法一灭扎德，就是无基立根的状态嘛，对吧？无基础。无基立根，他一切都是无基立根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怕什么呢？不怕什么呢？明白吗？所以那种不怕的这种反思也其实是一种怕。所以门罗里巴当时这个遇到罗刹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看到罗刹木，他就是开始念经，开始观想本尊，在本尊的傲慢当中，都那个罗刹木动也不动了。后来他觉得哦。我的上师马尔巴大师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其实一切都是自信的一个妙用，哪里有什么罗刹木，哪里要驱赶的那个魔鬼，哪里怎么样？他完全安住于大平等的状态的时候，罗刹木彻底的消失了，对吧？这就是大圆满，也是大受益。所以荣生班智的最终那个度是，他就是因为色嘛，那个色的话，那根本本来没有度，本来就没有害，所以呢，你本来就不用怕，本来不用怕的话呢，本来不需要表现出我不怕的那个，因为怕与不怕都不存在了。所以以这个理论上呢，真的是显密都是共同这个一致的。所以我们经常念的太多太习惯了，所以没有感觉。实际上是你经常念的一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这样。一无所住，安住的住，对吧？因无所住而菩提心，生其心。慧能大师是当时听到这句就说开悟了。金刚经里面这个禅宗经常强调的最重点也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荣生班智在讲大圆满境界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因无所住嘛，那因无所住的时候，那就是大圆满的最境界啊。所以这个因无所住的藏文，刚来嘛你不是基本上教，金刚经的藏文是这样的，藏文里面有
金刚经有藏文，还有当中里面有很多金刚经的印度大师的注释都是有藏文的。金刚经相关的这个印度论著，藏文上的资料比中文还多了啊。有些这个汉传佛教说，西藏有金刚经吗？藏传有金刚经吗？这是当然是有的，我们天天在念金刚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根本的经典，真正的这个传承的很多根源都是一致的嘛，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日灭，是非常客观存在的一个理由的基础上，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可以说强调是日灭的，这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呢，经常我们念的这个《般若心经》当中有无无明尽。你看呢，以刚刚荣生梵志代的逻辑来讲的话呢，无都是处。是啊，根本没有都是，就是没有处。没有处的话呢，你就是这个就当做根本不是当做，它就是内心深处就根本它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还在乎什么呢？还在讨论什么呢？荣生梵志的那个著作的最后面还讲了非常有意思的，那现象的定义上是确实是不一样。那这个定义是属于定义的所在处的那个所缘呢，是实数谛还是圣义谛？那个时候荣生梵志他说，这是问秃子的脚是不是那个使女的肤色是黑色还是白色？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去定义它的时候，哪有它？荣生梵志的最后很果断的一个结论就是：只是你在问使女的肤色啊，就这样，也没有多做解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也是我们基本上，我想让大家知道，大圆满追根究底，也就是无造作的最高的境界了，这是真的的。但是呢，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大概了解了，那就是这也是大圆满，那就没什么啦，也不能这样想，真的不能这样想，因为这个虽然是都是无造作，但是那个无造作的初地菩萨能达到的无造作，二地、三地、四地都完全不一样了。这不是无造作的本质不一样，我们对它的这个理解的程度和开悟的程度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包性论里面有非常包性论不是包性论，应该是法界藏里面吧啊，龙树菩萨的法界藏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包性论里面也有相关，但是包性论里面主要是用作者长的短处的层面来讲的。在这个法界藏里面，龙树菩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和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到15满月的月亮，月亮本质呢从无见增，从无变化，但是在地面上地球人看的时候是不一样，对不对？以这个来形容我们内心对大圆满也好，大中观也好，那个方面的间接的这个证悟的过程。因为大家要知道，你的证悟和法的大圆满是两回事。究竟没有两回啊，但是我们从显现层面来讲，两回事。法的大圆满就是永远是这样，但是人的大圆满是看你自己的根器程度来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断除烦恼障、所知障，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了。所以呢，大圆满还是有次第的，对吧？啊。大圆满也有次第的，大圆满是即生成就法，但是也有次第的。所以我这个方面来讲，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圆满和这个禅宗是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还有，我们如果谈达摩祖师，我最近在翻译达摩的无相论，这个血脉论和婆相论。那婆相论当中提到的很多的，就像本经觉灵灵魂的灵很多的几个呢，就像一个大圆满里面的日巴，非常接近本觉的一个用词 ，OK。日把它翻译为本觉嘛，对吧？大家本觉达摩里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还有呢，达摩里面注释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这些你们可能会比我很这个熟悉很多但是比如说达摩婆相论里面也特别谈到即生成就的这个概念，这个部分。用问答的方式解释即生成就是怎么一回事。那有人问说呢，怎么可能即生成就啊？佛经里面不是说三大阿僧祇劫吗？三大阿僧祇劫，透过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吗？达摩祖师怎么回答的？您不用回答，你们里面有没有人要回答？有没有？ OK， 达摩祖师怎么回答的？当时法师不用回答法师已经坐在这边的，已经阿弥陀佛了不起了，我根本不敢列入为我们这个对谈的范围的一个听众这个所以呢，就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相续当中有贪嗔痴三毒。佛陀这个说三大阿僧祇劫是那个不疗一说，那疗一是什么呢？我们心相续当中的三毒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你什么时候能够断除三毒，就你的三大阿僧祇劫的过程已经走完了。因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就是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一个时间概念时间的长短，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习气烦恼的一个我们际遇的一个执着了。有一天完全的立断潮，这个大圆们喜欢用这两个嘛就是贴去脱稿，立断了时间，哪有三大阿僧祇劫？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根本就是一切都就是已经这个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还能得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吗？所以你的内心完全进入这个状态，或者这个安住于这个状态，然后能够一个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是没有达到前呢，我们还在世俗的这个幻化相里面。我们是迷乱的众生，我们是这个，在这个噩梦还没有叫醒，这个醒过来的时候是存在的，这叫世俗谛，绝对不能否定这些缘起的存在的。但是它就是这样的，这是一场梦。所以呢，龙山邦智大特别说梦幻的这个概念。什么时候是你能悟到最究竟的如幻如梦呢？就是证悟了大圆满，那是最究竟的这个入梦幻泡。所以呢，其实大圆满也就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就是从这个金刚经的基础，从这个宪法的这个基础，然后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见底的。变得更升华了，那就是这个更我们可以说更高的境界，但是这个用词也是有时候是也带来误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接受的讯息永远都是平民的，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100%的了解到它的本意的。所以最近宗萨仁波切也要说到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发生的一件事情。仁波切说
仁波切特别说的，有可能是宁玛说的这个持名表示传承和如来名义传承的沟通方式是相对比较，因为他讲的太少了，你用太少比较容易沟通，但是太少的能听得懂的那个耳朵又是很少，所以我们少讲听不懂，所以多讲，然后就是变成绕路，就是越复杂了。所以该剧班有一个大师叫做조반직등성군仁波切，职工该剧的创始者对吧？可以这么说，中文조반仁波切，职工조반，他有一个著作叫做《正法意义》，你们听过吗？正法意义，正法就是佛法正法那个正法，一就是1、2、3的意，一就第二个意呢，就是意思的意，正法意义，공法공직，它是这种感觉的整个的这个宗法的最核心的这个经典。他那个里面说，你的修行呢，就是要远离三个大圆满、大受用、大中观，远离三大，那个说法很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强调大，有时候我们就迷失在这个大里面，你意味着真的是大小的那个大。但是我一开始说了啊，就是已经超越大小才是大，不是比较出来的大是真正的大。所以这种东西呢，有时候讲很多遍，必须要非常耐心的听。我当时学习中观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老师讲半天，其实昨天讲的、今天讲的都好像听起来一样的，没有任何新鲜感。可是呢，听久了，自己慢慢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的时候，这些的这个讲的都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满啊，那些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要讲，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大圆满和端朝和端门和大圆满的这个异和通的时候，我们先要讲到一定共同点。还有一个共同点啊，我这边打开一个六祖坛经的档案啊，因为我想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忏悔的概念。您应该知道，大圆满里面有一个叫忏悔，叫做无权一忏。谢谢，非常好。无权一忏，你们有经常念吗？有 ，OK。无权一忏。我们也习惯说让些点个人呢，大家现在主办们我用。推荐你这我眼娘子吧，等下到了共享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做会供的时候用这种的去念这个无权禅师，因为会供是很神圣的，会供前呢要有忏悔的，要念金刚萨埵的。可是最究竟的忏悔是无权一禅师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三轮体空的一个忏悔。这是最究竟的忏悔。那这个是大圆满里面专门就是有这个无权禅意，我这边也给你们念一下啊。这个无权禅应该这边我这边有电子版的会供，应该有的啊。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就先忏悔了啊，欲怀不及释怀过失等，欲怀相除坏者必等者，坏者会其沾染所有罪。OK， 这些都有点专有，这个
不解释啊。就是说自己做错的和你跟可能是破坏三昧耶的其他人一起的时候的这个沾染的那种很多的其他的过患等等，精神恶缘就是成障碍，因为这些的久而久之变成障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罪业，若以自愧慧恒发露忏啊，所以就是我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忏悔心去发露忏悔。那忏悔的话呢，我忏悔，但是能忏悔掉这个罪业吗？什么样的方式忏悔呢？这后面有大慈大悲与我作垂念，使我无二不病法界中，请你把我安置的置啊，安置在这个无二不病的法界当中，而且无缘平等境界中安住。无缘是这个无二缘的缘，无缘无所缘那个这个二缘的无缘，就是二缘啊，不是说是无缘没有缘分的无缘啊，我跟他无缘，不是那种无缘，这个无缘是二缘，缘里二缘。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念诵这些颂词是一种禅修，它是叫做诵禅。诵禅这个宁玛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用词叫做杰尔贡，杰尔就是诵，贡就是禅。杰尔贡是什么呢？你一边的那种念，一边的去观想，在安住于这个状态。那这里比如说前辈投资达赖贡内将你们让来门觉儿大哥的妹妹当年我的兄弟讲你们端节长把这的事，我相信你们是跟着法王有关系的，我相信入侵有缘。那入侵的时候，大家都一样金刚思想，一样有观点，一样这样，都是用金刚练出的一个声音。这个一起这样念的时候，那种集体彼此有感染力的。比如说你的观想力不是很好，可是他的好，他也好。所以大家一起的时候，那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无缘平等境界。这个平等这个概念呢，不是一般平等哦，它是容忍般的这大乘理论讲的大平等啊，这个大平等然后呢，其次无二疗愈大梵经。我的这个梵这个梵王的梵。干净的净，这个我需要这个清净业障。什么清净业障呢？就是这个无二疗愈当中，我的内心完全这个能够安住于无二疗愈，那是究竟的这个忏悔，对吧？那我们现在这是大圆满的忏悔方式。南无格勒比那